南美洲的秘鲁上出名的观光景点马丘比丘发生重大车祸，是2台火车相撞，一个火车司机当场死亡，另外有40多人受伤。 这个严重火车正面相撞意外发生在秘鲁当地时间30下晡，事发了后，大约20台救护车赶往现场，铁路已经全线停止营运，事故原因也等待调查。En todo caso está en pleno proceso y ya vamos a disponer que vaya la policía especializada para determinar las circunstancias y los grados de responsabilidades que habría ocurrido producto de este choque. 火车相撞所在位伫安第斯山区的考古遗址科里瓦伊拉奇纳。 古语意思是风雪的黄金之地。我秘鲁上有名的景点印加古城马丘比丘，两地车程大约90分钟。当地媒体报道，一台对马丘比丘发车的火车，甲另外一台相反向对科里瓦伊拉奇纳发车的火车相撞。事故所在偏远，无直接的路会使通到遐。就已经知影讲死者是其中一台火车的司机。也若伤者内底至少20人，伤势严重，内底也有美国籍外国游客，也有200人调在当地等待撤离。 Producto de este choque, saber las nacionalidades de los heridos, en qué clínicas van a estar hospitalizados, saber con certeza sus nombres y cualquier otra situación que amerite. 马丘比丘被列做世界新7大奇景之一，这座15世纪的印加文明的遗迹，因为真侪石头的工艺，在全球真有名。1983年得到联合国世界遗产认证了后，一年大约吸引150万人参访，超过半数以上是外国游客。 尽管会使用行到位，不过大部分拢坐火车，这个转坐巴士。2011年起，秘鲁政府实施每天游客总量管制，来保护这座的古城遗址。不过，过度旅游的问题依然存在。国视新闻，郑元庆编译。